我这里电视，你可以掰着。我太饿了，你再掰着。这样，剪片的时候就这么对着暗号。有拍到我的，拍到了。我们结束有拍照的时间。我们可以抓紧时间检票。宝贝们，快让陈丽君为你们服务吧。太早了。宝贝们，快让陈丽君给你们服务吧。快点，宝贝，我们赶紧入场，然后咱进去看看小剧场、小客栈是啥样的。宝贝们。你也漂亮，现在状态好一点。你也行了。你在干什么？主讲啊，你在去存它。让他这个小礼物。视频。我的妈呀，不行！他们都没人发现你说暗号的时候，都眼神都很撩，他们没人看你眼睛。各位可以抓紧时间，我们演啊。山下人不放心。